各位九龍中嘅市民，大家好，我係 Godfrey 魏士成。今日我誠意呼籲大家一齊支持立法會九龍中候選人楊樂軒。軒仔紮根黃大仙區超過17年，一直做實事，幫街坊有承擔。佢係真心為香港、為社區打拼嘅後生仔。我深信軒仔入到議會，一定會幫我哋發聲、爭取、解決問題。我係楊樂軒。香港過往一直面臨人口老化、出生率低嘅局面，要破局就一定要有改變，減低生育壓力，促進本地就業，增強社區參與度。阿軒會喺政策層面上面做好民生工作，唔係有窿補窿，耗費資源。希望發展嘅成果可以帶俾我哋市民切實嘅幸福感。懇請你哋喺12月7號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我楊樂軒。12月7號專業領航，我哋一齊啟航。